火一点，窑门里几吨的竹子要焖烧成竹炭。看不见的另一头，工研院同步监控，它会随时掌控我们的温度。我们有 CAS 认证，叫品质受到整个的监控。时间、温度确实品管掌控，因为一次窑烧7天日夜，没有 NG 重来的机会。头哥，要他有喊吗？现在有空吗？有空啊，没有空，在烧火。总这个莫喊，正在忙，对不对？莫喊，都莫喊。竹材成为竹炭至少2-3个月，每批都有身份证证明 Made in Taiwan。因为要控制说这个竹材是不是台湾的，万一说改天被验到有毒性，要能够找到这个竹材是哪边来的。台湾竹炭业这里是起源，宋江3兄弟学父亲烧木炭的产制程序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跌跌撞撞。研发有个东西就是不信邪呀。我都不信，我木炭烧这么久都可以烧，为什么这个烧不出来？窑厂也判断错误，烧出了别人10倍量，4600公斤的竹炭只能望炭而兴叹。我们放了这个到处都是炭啊，莫名其妙怎么这么多？摸索，然后学习日本经验，竹炭商品陆续开发。最新研究是竹醋液制作的小黑蚊防护液，自己当实验品。裤管拿起来给它咬呢，血不湿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你没有血不湿，你不知道几个蚊子啊。当年因为不懂，所以起了个太大的窑，叫做碰风窑。宋家3兄弟笑着说，在竹炭这块市场，他们出生的太早，没人带长大，只好自己长大。不这一步一脚印，现在生产的竹炭商品已经是全东亚产量第1了。当年烧得莫名其妙，现在笑得说烧得得心应手了。呀哈有喊么？懂得给某喊。呀哈有喊么？懂得给某喊。